杀人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那边，快！发现一个，把他看住了。好了，这些人直接给我追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是，快！怎么了？殿下，京都府大门外有刺客出手，将3名凶犯当场击杀。这么刺激，都死了吗？都死了。谁杀的他们？那要看是他们把谁供出来了。范闲？不会吧？我刚还说他是被冤枉的。难道真是范闲？刺客抓了吗？逃了大半。那就是说有人被抓，抓了1个。这么不小心啊！殿下，什么表情？被抓的刺客已被确认身份，是范无咎。这人我认识，这不是二皇子门下刀客吗？二皇子，这么看来，杀人灭口的不是范闲。范无咎是我门客，可他此刻没在京都，这事儿跟我没关。不在京都，人都被抓了。我为什么要灭口？供词里买凶的是范闲。因为早有传闻，宝月楼的背后可能是李承泽的手笔，所以京都府都站在老二这边。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。如今人要送到刑部，就可能会翻供，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，前后因果都说得通。没错，好在是真相大白，水落石出啊。范无咎是杀向自家主人的妙招，我只是不明白了。他怎么会在现场？我也不明白。我向天发誓，范无咎早就离开京都，另有派遣。再者说，你也知道，是我主动让刑部带走凶犯的。如果我是真凶，这岂不是画蛇添足吗？我看不懂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也看不懂。等一下，范无咎死了吗？没死，活住。那就没事儿啊。只要范无咎承认他是被你派出京都的，那此事就与你无关啊。他不能说呀。老二派他对范思哲下手，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公之于众呢？更何况，与范思哲同行的还有监察院的成员。对监察院出手，等同于叛国谋逆。我要是范无咎啊，我也只能闭口不谈了。毕竟对他来说，杀个凶犯总好过谋逆吧。范思哲是你送走的？是。在送他离开的时候，就在为今天做准备？那不至于，我也不能未卜先知吧。我当时就是想着，范思哲既然被卷入了抱月楼一事，老二就不会让他轻松离开。对于他的安危，我多算了一步。以范无咎的刀法，一般9品就
未必能留住。确实如此。谁能擒他？那自然不是一般的九品了。在哪儿？京都府前，杀人灭口事情都做了，装傻有意思吗？杀人灭口？怎么？铁证如山，你还要抵赖不成？没想到北齐少女要保护一个庆国人，庆国人杀庆国人，齐国人凑个热闹。凑热闹是吧？凑热闹，能与北齐圣女一战，也不枉费我一生祈祷。说的不远，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合作。我跟那个海康图图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。我还都没说话呢。我知道您在想什么，我必须负责任的说，您想错了。继续解释。对天发誓行不行？我是婉儿什么人？是他爹。那你说我信不信？您总应该相信我的人品。哎，您把林家和婉儿托付给我，不就是看上我人品纯良吗？就是京都人品纯良，我敢托付吗？那我这一身清白，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，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。您这句话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夸你呀！范无咎这一手用到此处，绝妙不过。此事诬陷真凶，所有图谋到如今全数逆转。这一局，李承则已露败相。来了。
时间很短，抓紧聊完，怎么回事？北西境内，对犯死者下手，海棠夺走出手相证，我败了。他们把我押回京都，关押几日，今日把我打晕，醒过来就已经在京都府了。海棠夺走押你回京都？那倒不是，是监察院的人把我押回来的。监察院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？不清楚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嘴严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殿下准备的杀手，原本是为了家国犯险，可如今你的出现，反而让殿下陷入了僵局。要杀我？我现在还不能死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第一，追杀犯死者的事不能提。懂。第二，京都府前行刺，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绝不可牵连殿下。我现在这个身份，说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。信不信不重要，起码明面上要过得去。行，行，行。时间不多了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转达给殿下。郎心，我是不是没有机会参加传媒了？替我谢谢殿下，他至少给过我希望。跟他说谢谢。我该走了。哎，老秦，麻烦你个事儿。说。帮我带本书，就一本圣贤书，哪本都行。谢谢。谢谢。殿下猜到你想的什么？最懂我的还是他。跟殿下说谢谢。
他们对你怎么样？有肉吃吗？海棠朵朵、监察院都站在范闲这一边。这个海棠朵朵跟范闲是不是有私情呢？我觉得不是，那为什么要帮他？因为范闲是内库未来的主人。危难之际，圣女出手相救，感激不尽。还行吗？行，行。什么行？上京城了。好。跟你们南庆、京都比呢？各有千秋。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？哎，不是，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。齐国人和庆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，不用担心，你光看脸看不出来。你再放。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？爹是范建，五武尚书，司南国，在你们这异国他乡的，我这高贵子弟多危险啊！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。谢谢啊，走了。等会儿，你刚叫我什么？爱听这个，但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，嫂子。你哥是怎么说我的？还用他说吗？整个庆国都传遍了，我都懂。你懂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是在齐国，你别胡说八道，别叫我嫂子。齐国还瞒着呢是吧？没瞒着。想说出去啊？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你就别瞒着我了。我跟你是一头的，我向着你。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？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？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，特没精神，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，哪跟你似的，是吧？你又特别重。我告诉你，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库。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，明白吗？啊，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，我也是乐见其成的，懂吗？就完全不相信是吗？跟上。上哪儿，嫂子？就这儿，进去吧。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。干啥使的？指挥暗探居中调度，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。哦，指挥暗探。对。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，那你俩指定是好朋友。该帮的我都帮了，你好自为之。人呢？偶感风寒，不宜待客。你要什么自己看啊。
郭宝坤，范思哲。嗯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来，那个药啊！你哥呢？嫁的吧？不知道。他没来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啊！你别胡闹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？啊！我大庆暗探，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！这等要紧差事，你别跟着掺和。反正你要能来，我也能来。这话说的，严冰云知道吗？知道啊，监察院四处的吗？不是，那样的人物，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！你再看看我啊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这个小铺安然无恙，仿佛潜于九渊之下，毫无破绽。这般手段，你还敢小瞧我啊？还是小师妹会吃，酸辣加水果真不错。师兄，怎么想着来看我了？陛下叫我来的，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。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。哼，何止，满朝上下各部官员，现在谁不知道？别说他们了，咱们老师成日清修，足不出户，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。陛下特意说了，郭宝坤是人才，千万得留住，可别换个聪明的来。那容易，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？哎呦，难呐！做事太不小心，漏洞都出现的那么突然，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，太难了。没事儿，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，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。这北齐锦衣卫，在我看来，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。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，万无一失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，可见我藏得多好。听着倒是挺厉害啊，总感觉哪儿不对。哪儿不对？你说，你尽管说。哪儿都对，哪儿都对。既然呢，你哥让你跟着我啊，那我就给他个面子，你好好学学，也多看看。这样，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。什么？踏青？跟谁？暗探啊。暗探平时还能踏青呢？怎么了？大家身处险境，背井离乡，难免心生忧惧。那我就想着，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，踏踏青，吃吃饭，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。这样吧，我是说，万一呀，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，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？无人察觉异常。由此可见啊，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，你哥算是挖到宝了。好，可惜了的呀，你也要回去了。回哪儿去？回京都啊。我哥让我来找你，就让你回去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，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。真的啊？说时机到了。他说让我做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问他去呗。那这儿怎么办？交给你来接管了。我交给我怎么了？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？但是啊，
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。行，干嘛？哎呦，这都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不着急吧？现在收拾东西，马上就走。咱不再谋划了？有什么好谋划的？路上那么长时间呢，可以慢慢想啊。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。要动作够快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！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，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。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圣女啊！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庆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天天就知道看书。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。范闲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已然是圣女了，言辞注意优雅点儿。我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有关系啊！你们，我烦死了！小师妹，记得写信，信里催更。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他俩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来的？和马航租的，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这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关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了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做暗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思哲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哎呀，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大人，两个消息啊，一个呢是这范无咎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。怎么说的？
我在殿下府上做事，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，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，我便认识圆梦。圆梦转投抱月楼，我看这是个好买卖，就偷偷瞒着殿下，帮着抱月楼办了几个卖身契。可惜此事被人知晓，我就故人行凶，之后就有了杀人灭口。我太贪了，都是我干的。他说的倒清楚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。他说呀，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，想要栽赃给您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既然冒充我买凶，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查这个凶手啊，已经查到他身上了，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，说跟您同盟呢。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，他会下刀客跟我同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啊，已经顾不上我了，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。那他能撇清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？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知肚明罢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俩消息吗？还一个呢？啊，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，病重不见客。是督察院的赖明成，就上回参我那个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来看望我的病情，这是哪一处啊？我家大人呐，那是重病缠身呐。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，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。你们家有多大？我们家，范府，范家这，不知道。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。啊，如果范府于志，我一定要猜上一本的。那要不您给量量？今天没有准备，有尺子吗？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借一把去。啊，不用了。我这样一个人量，是不是太耗时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没人这么干过。要不我帮您，咱一块儿量。今天就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哟，大人，您看你怎么还起来了？不是不让您起来吗？小范大人，赖御史来了。哎呀，赖御史啊，我都这样子了，我就不起来了啊。哎，小范大人，我问过太医，说你是重伤，买了些红枣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多谢多谢。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，不比那些官员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在京都府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。本想给你买些补品，只是捉襟见肘，买不起，请见谅。红枣挺好，我就喜欢红枣。赖御史，请坐吧。老王，看茶。我坐坐就走。您请坐。我给您倒上啊。小范大人，令真中毒，你又重伤，是不是二殿下所为？我只能说没证据，不好说。范无咎的供词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一个门客，
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，一听就是胡扯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参二殿下。你要参皇子？我等身为御史言官，理当秉公执谏。那我敢问一句，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？贪腐一案侦办至今，从名册上往下查，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。如果继续查下去，发现潜藏极深，光靠我们督察院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？除非是监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。找我帮忙？不是找你，是找监察院合作查探。那你应该去监察院呀，来我家做什么？监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吧。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？这查贪是为国事，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呐！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此事绝非个人恩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国法森严，怎么能私人交易？您可真是请人帮忙，一点好处也不想给。不愿意就算了。可以。怎么？可以合作。老王，哎，带赖御史去趟监察院，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，他想看都可以看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赖御史，虽然你过去参过我，将来可能还要参我，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那不能，行公事者怎能有私意？有道理。不过，小范大人，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。为了国事，我想再多问一句，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抱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！那这一处的案卷，您多久能看完？1日足矣。2日，2日之后上朝。2日病就好了。吃了您的枣，可不能耽误你参悟。那好，2日后，朝堂上见。哎呀，这位真够可以的，哎，我送送你啊。你也难得，才被督察院参了不久，啊，又一波来了，还帮我一块带上。哼，没听说这么做官的。是啊，别人做官都是人情，我一做官全是人祸。你自己倒是知道。是我错了。谁说你错了？伤天害理、贪赃枉法那才是错。好好做事，不就是麻烦吗？你爹我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麻烦。我，您没事吧？我倒无妨啊，只要2位康复就好。他怎么还跟你打招呼？怎么了？哼！赖明成做御史以来，快成疯狗了，只见咬人愁眉笑脸，我都没见过他跟人点过头。赖御史这样的官，我还是欣赏的。天阴了，瞧着要下雨。走吧，
陛下等着呢。哎，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。今天在御书房，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？陛下说了，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，你什么官职？哪有资格总是上殿，占用百官的时间？哎呀，行吧，是我不配。哎，我坐哪儿啊？坐。就是参小范大人后面站着去。不止啊！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。听说赖御史还去检察院。哎，借过啊！不好意思，闹得人心惶惶。现在看看，范大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？啊，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。这地方好啊，谁也瞧不见呢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啊，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陛下说呀，今儿来不来不强迫，看自愿。自愿啊，这可基本都来了。这年头自愿能信的。您看看，那几位都到了，我们谁敢不来啊？是吧？啊，这里不同大殿，不必这么拘礼。都坐下，放轻松点儿。范闲，臣在。雷明成，臣在。你还参他吗？参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户部尚书范建。陛下，赖御史参我之前，我能先参一个吗？说。陛下，请看，全是名贵珠宝，臣找人估过，价值连城。哪儿来的？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，人家随手送的。随手一送就是价值连城。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，依山林渐远，搜集天下奇珍异石，更有花魁无数，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臣参陈萍萍涉嫌贪污受贿，请陛下明察。陈院长，臣在，有想说的吗？小范大人，我自己的东西送人，有错吗？有没有错，我说了不算，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腐惩贪、肃清吏治、以彰国法，在这个当口，什么礼也不敢收啊。陛下，臣能解释吗？